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就係2026年1月1號呢個新年嘅開始。咁咧我係 Peter Key 叫奇家寶或者係叫奇哥。我咧係一個資深嘅土木工程師。響建築界咧，響香港建築界咧就做咗好多年嘅，包括大工程嚇。最近咧個就係港珠澳橋嘅退休前就做呢個工程㗎啦。嗰陣時已經係70幾歲。咁咧我咧就係趁呢個機會咧，就係巴菲特咧就係榮休啊。就係做呢個巴郡CEO，今日做咗60年榮休。我就想分享佢嘅投資嘅知識。咁我個頻道咧個 channel 就叫英文叫做 Peter Key Share Buffett's Investment Wisdom， 中文咧就係奇哥就分享巴菲特投資嘅智慧。咁咧我咧就響呢個幾個月前咧就係睇到巴菲特嘅最後尾嘅年報啊，嘅 report 咧就係講佢退休。咁我咧就係知道佢投資之道嘅。咁咧講起巴菲特呢個人咧，就係我諗投資界都全部知道㗎啦。佢係我所有describe 咧就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。佢嘅即係投資嘅政績咧，我諗咧不可置疑㗎啦。佢響呢個巴郡啊，響60年前成立個巴郡咧，係一個即係呢個差唔多破產嘅公司個邊緣啊。佢可以成就到今日啊，可以有61萬倍嘅增長。即係換句話，你投資$100，你就可以變咗6000萬。你諗下，佢就平均咧每年嘅淨值就係19.9%，同其他所有嘅股票冇得比嘅，包括呢個美國嘅S&P 嘅500嘅指數都係幾廿倍，佢平均嘅都係10%嘅。咁咧人哋話巴郡個股票今日跌到99.2%啊，佢都係賺錢嘅。你諗下幾犀利啦！咁咧，除咗佢投資成功咧，你會每人都覺得咧佢係一個好正直同埋好言出必行嘅人，同埋做事好有原則，同埋道德又好高嘅，道德又高嘅。咁又係好謙有禮嘅人。佢即係響所有嘢咧都係經過深思熟慮嘅。咁嗱，佢今年退休咧，我相信咧佢以後咧佢都講好多嗰啲知識俾我哋啲投資者。我相信咧我哋都係可以跟佢學習好多嘅。咁啊，我哋好多謝呢位95歲嘅老爺子，長命百歲啦。咁希望我哋都投資嘅股票咧都可以去得益嘅。咁咧我咧就本人咧就響72年咧就英國讀完書翻嚟香港咧就做事嘅。咁咧就開始買香港股票。嗰陣時咧就係經過無數次嘅股災啊，俾咗人即係俾啲大鱷賺咗錢啦，或者係國內人講咧就做韭菜啊。直至到3年前咧，我都係2022年咧買咗好朋友嘅股票咧，都係蝕本咧就金盆洗手嘅。但係咧最近咧就係因為見到巴菲特嘅投資之道咧，我咧亦都攞一部分嘅資金，即係唔會影響我將來嘅生活啦嚇。咁你嚟投資巴郡嘅。咁咧就希望咧我可能賺到錢咧，等我啲子孫咧都可以得益，可以俾佢讀大學，或者係咧我講嘅巴菲特投資之道咧，佢哋都可以分享佢哋嘅。同埋咧，我係希望有啲有緣之人咧都可以睇到大家分享嘅。雖然咧巴菲特嗰啲嘢咧書咧都寫得好多啊YouTube 都講得好多啊。咁你都可以從中即係
分體啊，都係增加知識嘅啫。大家係喺呢個投資地方咧分享，希望啊成功嘅。響你今年2026年咧，大家馬到成功啊。OK， 咁啊，我少少講我本人嘅投資咧，就係73年開始，72年尾73年開始嗰陣時咧，嗰啲香港股票咧就炒到1700點、1800點咁上下。收尾咧，俾英國嗰啲大鱷咧，就係將佢錢投之後咧，變咗咧跌到170跌170，即係跌咗90%啊！你如果嗰陣時嗰啲上市公司咧1蚊股咧，就變咗1毫子嘅，包括嗰啲地產公司啊，隨處可以執平貨。咁嗰陣時咧，個個都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啦，就係俾人震倉震晒啦。咁第二次嘅股災咧，就係1987年啦，即係出名啲嘅大股災，1987年。咁咧就係香港黑色星期一，美國咧就黑色星期五。咁咧就係美國嘅股票咧跌咗好20%啊。咁香港咧就呢個股票市場咧就係腳軟啦，就停市3日。停市3日咧，又以為會定咗，點知咧第4日開始咧，即插3000點。嗰時啱啱有期指嘅，咁啊程式買賣，咁咧就每張期指就係50蚊，每點就50蚊，每張期指就係15萬。如果你揸10張咧，就係85萬嘅，你所以幾犀利。嗰陣時87年10月嘅股災，咁咧就跟住落咧就係呢個.com 啦嘅爆沫啦。咁咧嗰陣時咧，嗰啲人咧就買即係嗰啲公司咧就係加個 .com 咧就係已經係可以上市噶啦。嗰陣時就係 P/E 咧已經係幾十倍咁上去。咁呢個當然咧係冇錢賺又爆煲啦。咁去到咧就係2008年嘅美國嘅金融危機，即係嗰啲地產嗰啲買賣咧就係嗰啲。將嗰啲唔好嘅嘢咧就俾咗啲銀行，連銀行都要破產嘅。嗰陣時雷曼兄弟啊嗰啲咁樣啦，咁即係連銀行都唔掂。咁咧最近呢次咧就係呢個2020年嘅呢個 COVID-19。19嘅疫情啦，咁香港當然咧，全世界都受影響嘅。咁咧，所以話咧，你如果係買賣股票咧，呢個危機咧就係必然之有嘅，3幾年啊，或者有段時間。所以咧，巴菲特啦，佢人生之中都經過無論幾多次嘅股市，但係我相信咧，以佢嘅處理之類咧就唔使驚。佢就話：你總之係投資一間公司都唔使怕嘅。就算佢嘅公司啊，佢喺記憶之內咧有3次都跌到一半嘅，但係今時今日變咗成60幾萬倍，咁所以咧投資咧係一個長線嘅。咁咧我想分享巴菲特嘅投資之道，大家分享可以從中得益嘅。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馬年賺到錢啦，同埋咧保持即係呢個買賣嚇。OK，拜拜，再見。